去咁長期嘅歐洲旅行，其實我點樣可以慳啲錢食平啲呢？首先呢，就係早餐啦，主要呢，我都係會買啲蔬菜啦、番茄、芝士類，再夾埋麵包一齊食。而你睇到呢，蔬菜嘅價格其實喺歐洲呢都係算好平嘅，特別如果你見到 bonus 呢個字呢，即係去減價。配搭唔同種類嘅食材呢，你將佢 mix and match 就有好多唔同嘅效果啦。例如呢一個蔬菜批呢，我成日都會買嚟食嘅，再配沙律呢，就可以變成一個好豐富嘅早餐，甚至乎晚餐。如果你哋真係想煮一啲熱食呢，我會 recommend 你哋買類似呢一種嘅米粉，用熱水呢焗一焗，佢就可以食到噶啦。荷蘭嘅超市呢，基本上亞洲食品你係唔需要擔心嘅，有香港嘅醬油，甚至有日本米。如果你真係好想食，又唔想自己煮，就買呢啲現成嘅啦。如果你喺荷蘭見到呢一個標誌呢，咁即係兩件只需要5蚊咁解。我係好中意買呢一種樽裝嘅橙汁，而且你可以揀唔同嘅 size。喺超市買任何膠樽嘅飲品呢，佢都會有另外一個膠樽收費嘅。飲完之後呢，仲可以返超市回樽，佢會俾返一個 receipt 你，咁你就可以用嗰個回樽價錢再買嘢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影片嘅分享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 仲可以訂閱我呢個 channel， 撳埋個鐘仔，隨時追蹤我出片嘅時間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